係啊，Hello 大家，又係我啊！頭先其實已經拍咗嗰條片㗎啦，都係呢個香港晚上9點35分到啦。咁啊1月唔係係2月1號嚇，犀利啊嚇！2026年佢瞓覺啦。咁呢個貓樣咧漏咗嚇，想話貓樣即係都可以燒下炮仗，貓樣可唔可以燒炮仗啊？係唔可以燒炮仗嘅，但係可以作狀嘅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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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咁燒炮仗嘅。好啦，都祝福大家，多謝收看，多謝收看，都祝福大家青春美麗啊，身體健康，恭喜發財，農曆新年更步步高升，多謝大家，再見，俾心心得啦，今次多謝大家，再見。